国内疫情稳定，指挥中心要推动疫苗加一，不过民众却是无啥爱记住。有专家提醒讲，这单价疫苗的保护力会因为时间愈长，效果愈歹，认为民众尚无爱注一档新配方的疫苗，特别是老大人提早注，才通好提升保护力。 新冠疫情发展到新的阶段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监控发现，顶礼拜 BQ.1 加 XBB 病毒大量增加。BQ.1 已经加做感染率上悬的病毒，不过长期的趋势也阁需要观察。BQ.1在上一周是已经占到36%，跟先前大概都低于1成哦，这个有明显的增加，且已经是占据第一位。 罗一军表示，为着这个病毒致死中重症的机会并无较悬，次世代疫苗也拢有一定的效果。不过，针对疫苗长期的保护效果，指挥中心30也邀请南口长期病院的医师曲正顺说明新的研究结果。结果发现 mRNA 单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会随时间减少。接种3剂之后的预防。 这个住院的保护效益，接种后的7到119天的保护效率，平均有到98%，120天之后呢，它就骤降到38%。曲正顺讲，研究也显示，以双价疫苗做对家剂，会使增加42%到48%的保护力，显示双价疫苗的必要性。另外，即阵常常有人咧问讲，家己做过3档疫苗，佮有感染过新冠肺炎，是毋是免惊佮感染？ 曲正顺表示，面对 XBB 病毒，唔通够有这种观念。如果你感染的是 Pre-Omicron 时代的 Delta， 对于 XBB 这个流行期间没有提升任何的一个保护效益。虽然研究发现，注3档疫苗了后，若感染 BA.1， 会使提供30%的保护效果；但是 BA.2 会使加提供51%的保护效果。但是这个保护效果同款随时间下降，超过8个月，保护效果就落到剩37%。曲正顺呼吁民众有必要继续注次世代疫苗。记者郭明婷随台北报道。